请。轮到我，我要评你丰盛的慈爱，入你的厝，我要存敬畏你的心，往你的圣殿来敬拜。耶和华，求你因为我的对敌，明你的公义带我，
互你的路伫我的面前正直。咱即时要请敬拜团带咱来敬拜。感谢上帝保守台湾，保守咱有平安。透过风台咱体会咱的阿爸爸创造万行事伫伊的世界、伊的时有伊好的旨意。搁一届咱来献上咱的儿女感谢伊的恩典无论大事小事若是方便邀请大家起立咱同心儿女敬拜。感谢咱的阿爸爸，咱是伊的囝儿。圣诗第18首，咱用台语甲华语来念。我心阿罗上帝，自然应我的白。声学落伊大出名，就把残云水转，强强大海关山，迄边伊大愿明英光，一爱讲伊骄纵。我心阿罗上。空中飞鸟金丝出声，乌落伊大出名。青水草无是水，拍花过一片水。一根石来凉风吹来，故地伊大日开。感谢主，他创造世界。美好，他借万神调度万有，使爱他的儿女得益处。这是天父世界，救主叫我不忘。黑暗势力虽然猖狂，天父却仍作王。这是天父世界。上帝是王，宇宙欢唱，主恩统治万方。这是天父世界，我心不必忧伤。上帝是王，宇宙欢唱，主恩统治万方。这是天父世界。忧伤，上帝是王，宇宙欢唱，主恩统治万方。感谢天父，他一切的丰盛本是为他的儿女预备，但我们曾经也选择背离，把自己活成了一个流浪的浪子。但感谢主的怜悯，借着他的引导，使我们幡然醒悟。能想起父亲家中的富足与温暖，愿意回家。我们继续来敬拜，用感恩的心宣告：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要在他的殿中求问，瞻仰他的荣美。我是客旅，我是流浪者，在黑暗罪恶中徘徊。那时慈母耶稣找到我，我今正向父家归回。我是客旅。我是客旅，我是流浪者，在黑暗罪恶中徘徊。那时慈母耶稣找
这是咱要用新的界面来告别咱的信仰。你着尽心、尽性、尽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界是大个，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这两条界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拳头。我用新的界面互恁，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恁，恁也着安尼三听。恁若三听，众人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请坐。这是咱来看启文，记载伫马太福音第5章。这是我来刻，请恁来印。心内丧香的人有福气，忧闷的人有福气，温柔的人有福气。要喙焦、心木义的人有福气，怜悯人的人有福气，清气心肝的人有福气，予人和平的人有福气，为着义捌受困毒的人有福气，为着我人加累美恁。困着恁，诽谤恁万项的歹，着欢喜快乐，因为恁伫天里的报赏是大。以上，这是咱要来请放总团来学咯，奇异恩典救助听谈的咱三甲来祈祷。慈悲听谈的天父，愿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以及你透过保惠洗清阮，互阮会当坦然来到你施恩宝座前。我们用感谢、敬拜来学罗你，荣耀你的名，也恳求你赏赐阮谦卑顺服的心，互阮坚定来行伫主耶稣百福的教示。兄弟姊妹会当成做心灵虽然善切、温柔、轻怜悯、清心、互人和睦的人。虽然伫世上有艰难、有试炼，阮犹原忠心执意，跟对主来行伫清义甲仁爱的路。主啊，恳求你引带失迷离开你的人，重新倒转归向你，找到天父永远的家。互迄个迷失的人会当得到救恩，灵亚善的人得到安慰，心失望的人重新得到盼望。伫你的家内享受你丰盛的恩典，阮的主，求你祝福阮所踮这个社会甲国家，互执政的有智慧，用公义、怜悯、和睦三款待，互这个所在日日充满盼望。甲活命的快乐，愿圣神日日来引带阮，互阮也无论伫啥物所在，是顺境亦是逆境，拢会活出百福的生命。做光做盐，好行达，阳光拢归伫天父上帝圣名。这是阮同心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来求，阿门。这是咱要请放纵来带咱学咯。
圣经安尼讲，你着用跳舞、唱歌，用响弹的喇叭来学到你的上帝。这是咱来看圣经记载伫路加福音第15章20节至24节，请咱做伙来看。就起来去找伊的老爸，3里遥久的远，伊的老爸看见伊就怜悯伊，走去抱伊的颔棍，直直甲伊针。囝就甲伊讲：阿爸，我有得罪天，甲伫你的面前，打了后袂堪得叫做你的囝。若是老爸对伊遐的奴仆讲，紧紧遐上好的衫来互伊穿，佮甲伊挂手指，煞来伊穿鞋，也牵迄只肥的牛啊来抬，咱来食来欢喜，因为我即个囝有死佮活，失落有佮得到，因就三甲欢喜。这时候我再用国语版的新译本再来读一次。于是起来，往他的父亲那里去，相离甚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报他的景象，连连与他亲嘴。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的指头上，把鞋穿在他的脚上，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以上，这是咱要正道是要请蔡长老，伊要讲今仔要讲的题目是回家的路。各位弟兄姊妹平安，请你甲隔壁讲一个欢迎回家，不是平安，欢迎回家，欢迎你得来，欢迎回家，各位今天有没有觉得有一种不一样的气氛？有一种好像婚礼那种 romantic 的气氛啊！婚礼都有人吹萨克斯风哦，甜蜜的爱人有没有？今天吹萨克斯风，今天我们的瑞宇啊帮我们吹萨克斯风，非常的美哦。我们今天也看到我们的陈心啊、艺心啊、星辰啊、艺心啊，我们以后有慧心、蓝心、美心、好心哦，全部的人。越来越多的人的侍奉，都是非常的美，上帝所期待的美。今天我看到伴中团，那特别伴中团底下在讲伴中吼，我就非常感动。我来中正教会，让我最感动的是陈长老娘跟郑长老娘。我看到因两个时阵90几岁，一个伫遮加咱三角咧侍奉。郑长老娘啊，佮你讲放纵呢？我本来嘛摕一支放纵，我讲当讲一音啦，啊就讲迄音我讲，家己摕去讲啊吼。但相对的，他们在敲伴中，每一个人为了上帝的歌曲，每一个人聚精会神在敲他的伴中，每个音符都非常的美。每一音拢足水，撒放的声在足水，所有的帮中团，互咱出来时阵，感觉讲真真正正的上帝厝是真正温暖。就咱今仔日伫敬拜堂，甲咱讲的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跟随着我，我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诗篇23篇，阿门。我们为了帮中团，今天特别鼓励，为了瑞的撒放特别鼓励，感谢主。我们不是为了荣耀个人。但是我们每一个人要出来侍奉，因为我们是一个家庭。我们希望我们中兴教会是个家庭。去年我就一直觉得说，我们教会应该有所更替的，所以我去年就说，你们今年能不能再开始慢慢去找传道人、找牧者来？所以上半年度我大概1个月就讲到一次，我们就需要找新的牧者来，因为一个教会要有更替呀。
然后我也很希望我们这个教会，我跟吉安丢了，我们两个都70几岁了。我现在头脑已经有老人痴呆症，头脑不太清楚，讲话也不清楚，常常袂记你代志。迄圣经在以前也要背，以前背的圣经节，慢慢的自己都忘掉。所以慢慢的有新的一代出来，我们希望新的一代能够接着出来，我们的青少年们、我们的社青们、我们的这些年轻的同工们，一代一代接着出来。如果你们没有牧师，那么你们也应该有人能够出来站上讲台来传讲上帝的话语。出来教会没有，那在上半年度这半年来，因为1个月只有1次的讲道，所以其他的时间我开始非常努力听一些著名讲员们的讲道，尤其我听到于宏杰牧师，各位有空的话去听。那洪主这讲就爱听伊讲道的，黑明兄嘛讲就爱听伊讲道的。于宏杰牧师的讲道，那讲完之后我就去查他们资料，我看到几个好著名的讲员都70几岁以上的，所以我在想说，既然我们2个70几岁还可以的，还不是那么老了，但是也应该很老了。我还是希望能够接棒，一棒接着一棒。因为我们教会，你看，今天我们又有从瑞典回来的人来帮我们带歌了。你会中文哦？我还不错呢。但相对的，我们也看到我们从法国来的朋友也今天坐在我们里面，嗨，听得懂我讲话哦？听得懂。我们语言是沟通的能力，我们每一个人在主的面前，我们今天在讲的是回家的路，这个故事大家都很熟啊。浪子回头的故事谁不熟？哎呀，我从此入学，我就听了，纵然我是新的会员，我就是慕道友，我听浪子故事，听的100遍听都不想听了。那种故事前面刚好3个故事，找羊的故事，一个狗户找钱的故事，再一个浪子回头的故事，我们听一听又再听，就这么简单嘛。上帝叫我们要悔改啊，你不要乱花钱啊，回家嘛，赶快回来嘛。这故事大家都很熟。我去年就讲过一次浪子回头的再思啊，对不对？对不对？我去年有没有讲浪子回头的再思？有没有？有。所以我听到于宏杰牧师讲说，有个会友跟他讲说，那个于牧师，我这个听你讲到已经听过第20遍了。于牧师说他一直觉得不好意思，原来你听了20遍，因为他到全世界各地都在讲道，没想到有很多人跟着他全世界这样跑。可是于牧师，我每次听到你讲道以后都有新的感动。然后他突然看到穆迪的一篇，他的穆迪的讲道里面告诉他的写了一篇文章，说一篇讲道如果没有听过30遍，你还不知道牧师在讲那个牧者在讲什么，讲员在讲什么。所以我现在从现在开始有很多那个 YouTube 是我听的，我一再听，之后因为我可能上半年度心比较激想，说一下赶快塞给你们，看你们有没有新的讲员来。所以我每次讲都讲很久，可是今天我慢慢的，我觉得我们应该讲重点。这一次的主题在小儿子的回家，下个礼拜我们在讲大儿子的自以为意。我慢慢的回家的路，我们所看到了什么？你在这里敬拜上帝，对不对？你有没有回到上帝的家？真的有吗？坐在这里，哎呦，我跟他家属无关呢，嘿，跟他在落地卡，女主角譬如这啊，家属怪我啦，确定？我11点给人讲，11点跟人家有约会，我12点我还有一篇功课没有写，我还要在这里做礼拜，身体在这里，身体在做礼拜，心在外面，没有回家，心在外面没有家。这个我是在讲台上讲，我已经讲过那间教会，不好意思再讲那间教会，我跟我太太去过2次。我就觉得那是做礼拜吗？那是厌恶上帝在打卡。因为每次讲到，我就看到前面一排讲完阿们就奇怪，很厉害。那怎么知道是阿们的？就全部那一排又起来，很有秩序耶，这样倒，然后因为动作太明显了整排这样，那整排这样上来。
那不是做礼拜。做礼拜在享受亲近神，享受神的话语。所以你的心有没有回家？有没有？有没有？有。不要那么没有胆的，这边讲有，那边都不敢讲哦。我们心要回家，回到上帝的家，我们来享受上帝的温暖。各位想想看，你们想想看，当你们受到孤单寂寞，你受尽折磨，甚至心中有没有无法向人诉说的痛苦？我相信在座的每个都有，我也有啊。有没有你心中感到受伤很重，无处发泄，甚至埋怨上帝啊，你在哪里啊？诗篇里面有很多啊，上帝啊，你在哪里呀？怎么会这个样子？这个也不顺，那个也不顺。上帝啊，你在哪里？我们都会啊。但是我跟各位讲一件事情，我到中兴教会来，就我心里很痛苦的时候，我就一直期待礼拜天，因为只要我到中兴教会一踏进来，我看到陈长老梁，他现在在上面做礼拜哈，看到郑长老梁。我想说，他们两个都这么快乐，我有什么资格在这里发牢骚？我有什么资格埋怨？我看到杨长老啦、许长老，你们，我有什么资格做埋怨？那个林牧师娘，每次看到他，他说他的脚还在痛嘞，可他还是走路。今天走路来嘛，哈，牧师没有背你来哈。他做礼拜来做礼拜，他满脸的笑脸，他脚还很痛哎。很美，就是让你觉得很美、很温馨，就是一个大家庭。所以我们要让中兴教会成为地上的天国，阿们。我们叫每一个人到中兴教会来，你所有的忧伤挂虑，在中兴教会全部放下，让主耶稣替你承担。你在这里欢喜快乐，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伴随着你们。你们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这是非常美的一件事情。我们虽然经常讲房子嘛，教堂、教会，房子跟 home 不一样。有时候你觉得你的回家是冷冰冰的，家又不像家。就像一对老夫妻，两个人从来不吵架。刚才我在听那个只是跟我讲说，那个黄梅珍啊，新生教的黄梅珍，他们有60周年的那个，刚好也是8月16号，所以要60周年的那个结婚纪念日。我们也快60周年了哈，我们在4年就有了，10几年就有了哈，就有60周年的结婚纪念日。我就想到新教会里面有一样，每次在新教会里面，当初在新教会里面，我们就每一个人在那边做礼拜的时候也很快乐，就有一个人。就一个姐妹在讲一个见证哦，我因为新教会那时候我们年轻的时候，经常新教会那边经常举办特会，那特会大概都有一个惯性，说礼拜完之后大家就祷告，就代祷，哇！但是那个特会很特别，是在8点开始7点半以前，如果你需要代祷的，你要先来，牧师帮你祷告。这个我在万里教会也做过，牧师帮你祷告，最后发现到说那些都生病的人来祷告啊，祷告如果无效的话，他就不来了。这个又不是神棍，所以最后我们就取消了。那个最后有一个姐妹，她坚持她好多的事业不顺，家庭不顺，什么都很不顺，她希望牧师能够帮她祷告。听说这个牧师祷告很有力量，讲这种话的人都绝对不对哈。不是牧师祷告比较有力量，不是谁的祷告比较有力量，你的祷告就很有力量。哇，她觉得牧师祷告很有力量，所以她写了好多。希望牧师能够帮他祷告的，可是新教会有一个新南北路高架桥那边很多的停车场，所以本来停车很容易嘛，没想到那里怎么一直找不到停车位，所以他就想到说醒悟过来，就像浪子回头故事一样醒悟过来，然后说他开始祷告，上帝啊，上帝啊，我这个时间来不及啊，你赶快帮我找个车位，上帝啊，上帝啊，赶快帮我找个车位。我在想说，这个可以祷告吗？上帝啊，上帝，你都早一点来就好嘛！上帝啊，上帝，赶快帮我找个车位。刚好在讲的时候，突然有叭听到一声，一辆车子要出来，然后他就赶快开到前面去。那个车子出来以后，他就赶快倒进去，然后跟上帝讲：上帝，我还没有讲阿们哈，所以这是不算嘿。等一下我的祷告那个才算哈，这是不算。
所以我们有时候经常做礼拜，好像为了求什么目的？我做礼拜啊，上帝会怎么样？我们又不是求神拜佛，来做礼拜就用你的心，上帝看到你的心，那今天你就会看到那个慈爱的天父就张开双臂在迎接着你。所以，我们虽然你的家庭是温暖的，是冷漠的，你在路的尽头，但是不要忘记，不管是温暖冷漠，在路的尽头，神的家永远上帝张开双臂在迎接着你。你到这里面来，你就感到很温暖。我们的法国的姐妹有没有觉得很温暖？你看她点头的还不错，感觉还是有温暖哦。虽然我的国语不太标准，但是听得懂就好。那个法语的话，就问我们我们有去留学法国的，到时候他去处理。好，相对的，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每一个人浪子回头的故事，告诉我们什么？我说他拿了一笔钱财，那其实我每次想到这里我就想到，为什么留财产给小孩子当遗产呢？不是增值吗？你留那么多钱做什么？所以这个父亲一定是在地上，也是一个士绅，也是一个很有钱的人。所以儿子讲说：“爸爸，你那么有钱，你先分给我钱，我将我应得的份分给我。你觉得这个有没有什么先机？为什么分财产？人死后才在分财产呢？那不是诅咒他的爸爸死吗？有时候想一想，那这个真的是不孝到极点哈！爸爸，你把你的财产分给我，说难听一点，你赶快死吧，死一死把财产分给我。爸爸没有讲第二句话，就把财产分给他。上帝对我们也一样呢。有时候上帝对你你真的是在这种无理的要求，你是随便乱做，有时候上帝还是在容忍你耶。我不是讲你，讲我。有时候我觉得上帝在容忍我，上帝真的是胡作非为，可是上帝还是容忍我。那么相对的，他把这个钱都拿了以后，到远方，那个远方意思是外邦人，不是犹太人的地方，因为后面有写到说他养猪嘛，犹太人是不吃猪的，猪是不洁的，因为猪虽然酸体，但是它没有反刍，所以它是不洁的。那在利未记、申命记都有特别记载。但相对的，他到远方，为什么？脱离父母的掌握嘛。各位有没有觉得说，有时候脱离父母多快乐的一件事情，不必唠叨啊！我今天考试还戴帽，我今天这个也不好，所以瑞宇有没有爸爸妈妈脱离爸爸妈妈哇，就不必唠叨我，这多好，对不对？我们经常会这个样子嘛。你看，我们教就有一个弟兄一个姐妹跑到瑞典去嘛，就要脱离父母嘛，对不对？不是啦，相对的。我们有时候他到远方什么没有人看到，尽量挥霍无度。花钱的时候是大哥可是等你没钱花的时候是别人大哥，你连小弟都当不上，所以他就尽量的挥霍，所以他是到远方去的。好，你小时候有没有离家出走的念头？你们讲没有嘛那我们从高雄来的建会。你没有离家出走的念头？建会在哪里啊？建会上主日学了参与主日学。一心，你有没有离家出走的念头？我在基隆少年法庭最后发现到说，很多那些离家的那个小孩，真的是离家出走的念头，但是最后都后悔。我们有时候讲到父母的句式太多了，我就要离家出走。有一次我放学回来准备吃饭，爸爸妈妈不在，我妈妈居然没煮饭了，我大哥也不在，他去补习了。我们家只有我大哥可以补习很好玩。我们家因为从小不会念书所以从来没有想到补习这件事情，只要能够活得好都好。肚子好饿有没有东西吃，也不好意思再去隔壁跟人家蹭饭，那去找带状的牧师，以前都是拿着饭去那边，那个回的浇萝卜汤的浇地皮。可是连饭都没有，也不好意思去想父母对我真的很不好，我才10几岁，我10岁，我爸爸妈妈就出来传道，所以他们下班以后就到那时候开布道所在古林，心里觉得好气，这个家我不要了，离家出走。可是我也不晓得走去哪里
我能够走是什么？我们对面的教会有一个钟楼，2楼那个地方都我在念书的，小小一个地方，我还摆一个小桌子。好，进了晚上我就不回家，我就去2楼钟楼，就坐在那边，想说爸爸妈妈应该会来找我吧。5点、6点、7点，天暗下来了，都没有人来叫阿基亚你对，肚子好饿，可是面子问题耶，离家呢，能回去吗？不能呢，离家出走。我还跟阿表那个李汉伟又当教授，也是西安教会的长老，他跟讲说，我也要离家出走，你要不要跟我去？他说买了，我也要跟我功课爱下嘞，所以我一个人离家出走，豪情壮志，离家，结果在2楼啊，又有蚊子，又玩又饿，到8点才受不了了，鼻子摸了爬下来，然后就回家。爸爸妈妈今天怎么提早回来？妈妈看到我第一句话，阿基亚你早去倒来，遐暗搭倒来。妈妈，我回来看，你都没伫嘞，你们都不在家的。今天刚好有个会友，所以我们先去看他，他在医院，我们去看他。看完以后就回来，就看不到你啦。给你加崩。我告诉你，我这辈子从来没有吃过那么香的饭，连妈妈煮的菜都特别好吃。离家，我们经常会想离家。你看考大学的时候，你们在填志愿，你会发觉到。大学填志愿都会填那个离家比较远的。阿姨，你有看提去高雄嘛？对不？阿姨都没用惯。我们都经常在，尤其大学、高中毕业以后填志愿的时候，都提只要离家远就好。这样的话，我就可以在外面，你看就不会受到父母的管制。所以就填志愿就会填的离家比较远。我的儿子一样啊，当初他在那个化学是全国第6名。那依照大学联考，以前叫大学联考。大学联考的制度是什么？是他们可以10名之内，全国10名之内，就学校可以自己进行不予分发，进行把他录取。所以台大化工系、台大化学系就一直写信来叫他去那边念书。那时候我们在考虑，那时候化工系刚好正发达，还好他没去否则今天应该不是张忠谋，台积电应该不是张忠谋的，应该是蔡尚恩的所以相对的他没有去，因为我们就觉得不要离开家好了，留在台南。台南最高的系就台大航太系离台大化工系差20分呢，有点可惜那他是成大第1名去练成大，所以他练得很不高兴，因为我硬把他留下来。很奇怪到大4的时候，那个台大那边就一些研究所就邀他去台大，他老师也鼓励他去台大念研究所，因为大学，尤其在美国，大学跟研究所最好是不同学校。所以台大一直叫他去，我们也鼓励他去台大。你知道他不想离开家，他说他家里好好的，为什么他要离开？所以他就在成大。好了，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念头，想离家。就像我们每个做礼拜的时候，有时候想说，这个礼拜能够稍微休息一下，去 COVID-19 那段时间，哇，多棒！在家里翘着2郎腿看直播，哇，多好的，这个才叫礼拜嘛。所以我们经常的。我们在中心教会的服事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无力感怎么都是我？敬拜赞美也是我，带学器也是我，这个带沙马团契也是我，社青也是我什么也是我这个事情也是我什么也是我招待也是我，连扫地都是我搬椅子也是我。好累哦，这个教会的服事好累，有没有？有时候我们会想我们这么多教会的服事，如果不是出于心甘乐意的，千万不要服事上帝不见得喜欢可出于心甘乐意的服事，上帝一定非常喜欢的接受。所以相对的，你有觉得身心灵痛苦连上帝都不理你我有，你们一定有。尤其事业做得越大，我这个到底要不要去日本设厂？要不要到德国设厂？要不要到越南设厂？那个决定。不是一句话评估了老半天要不要去设厂，你还在那边很忐忑，因为输赢都是很大的，关系整个的家庭。你有没有很诚心跪下来祷告，告诉上帝跟你怎么讲？所以基督教好累你看，我们一定要受到真理的约束，我们就不能讲坏话。你看我朋友讲话尤其那个乡下人，
有时候我开庭，我不是讲过，我一直开庭，那个人哦，就人家告他公然侮辱，因为他讲话就骂三字经，那就告他公然侮辱，那么到法院来，他跟我讲话哦，他先叉，哎呀，我跟你讲啦，我都是拢，他的习惯就没有叉，他就讲不出口啊，一定叉，有没有？你看那个乡下那个欧巴桑，叼着烟，那个脚翘起来，有没有？讲话叉，然后才讲得出口。你若不叫他不能讲叉哦，他不晓得要讲什么话，这是习惯呢。所以我们就觉得说，我们应该啊，上帝既然给我们穿着这么头脑啊，我们应该不要受这么多的束缚。圣经告诉我们什么？真理让我们得到自由。所以啊，我什么都可以做嘛，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可是那是真理吗？就我喜欢有时候不可以，所以我们觉得说我们要更多的自由，我们就要追求世界上的欢乐。你看，我从来没有去应酬，可是奇怪，可能我比较老了，已经不想了。年轻的时候，有时候想说，为什么不能去应酬？你看他们以前有这个黑美人酒家，有一次我还跟我太太，那我不晓得你们听过这个故事没有？那个朋友说，你一定当法官，一定要知道酒家是什么样子，所以就带我去黑美人酒家。现在听说没有的。那我就跟我太太，以前没有大哥大哈，手机嘛，我跟我太太说8点记得打电话给我，所以我们7点多去啊，坐一下，我看到每个旁边都坐一个女的，我就跟她讲说不要坐在我旁边，那两个在那边唱拿卡西，哇，好快乐。到8点就说蔡崇义有人找我，我赶快去接我太太说，哎，我家里小孩有事，我就赶快溜了。人家跟我讲说有没有上过酒家？有，黑美人酒家，我上过半个小时的黑面，可我觉得那个生活我真的一点都不喜欢呢。还有，然后唱完之后还要再去 piano bar， 那我这一辈子我就要看到我太太，我就觉得很喜欢。所以她跟我煮的东西好像每个晚上都一样。今天晚上换一点好了，变化一下。但相对的，这个是什么叫自由？真理的自由是让我们在主里面很快乐的，才叫真正的自由啊！浪子回头金不换的下一句是什么？哎，你们的国文程度真的不太好呢。哎，法国来的会不会比较懂一点？浪子回头下一句是什么？然后呢？想做贤人，这是真正的话的下一句。可是也没有错啊。浪子回头以后什么？要改过自新呐，要在主里面重新更新自己，这才叫真正的浪子回头哎。所以浪子回头不是说哎，那我都没钱了，那我就回家，爸爸我就没钱了。好了，回来你乖一点，爸爸，我已经乖了一个月了呢，你还有没有一些钱给我再出去花一花？那个不是浪子回头，那个是回来要钱的。浪子回头是真正耶稣讲这个比喻，是让我们知道说，天父是很包容我们的，很希望我们回家，用很宽容的心来让我们自己回家。我们看到回家路上，我们3个转变。那路加福音这样告诉我们什么？他醒悟过来了，然后做什么？因为他吃的是外邦人吃养猪哎，看到猪的那个豆荚，看到猪吃的东西，很想跟他抢哎。犹太人猪是不洁的东西耶，犹太人不吃猪肉啊。回教也一样，回教是穆斯林法典说不吃猪肉，犹太人是因为我们的旧约圣经里面就有记载不吃猪肉。你不要看到犹太人跟有些回教徒，我们台湾雇主有时候自己要反省，很多印尼的移工外劳来我们这里，就逼他吃猪肉。有时候我们在尖山接到这种曾经都觉得很痛心，你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做？他的宗教叫他不能吃猪肉，你要尊重他，尊重人家才叫自由哎，不是不尊重才叫自由哎。他说我是雇主，我喜欢有时候不可以，不可以就是不可以。所以相对的，他说他就自己在想说，哎呦，我在家里，我爸爸的姑公吃的都比这个好，我是不配当他的儿子。我要跟我爸爸讲，就一直在默念，我要怎么解释？我怎么跟我爸爸说？我爸爸，我不配当你的儿子，我就当你的姑公就好。我的姑公吃的都比这个好啊。然后啊，做什么事情？起来，动身，回家。
你知道那个回家的路哦，会遇到一个很大的挑战呢。他要起来以后，他然后之后要回转啊，他要行动啊，那做什么？他要做的一件事是什么？要悔改啊！那种悔改是真正的悔改。我有讲过说，如果你在死前才悔改，我真的奢华宴都在死前，我真的悔改会不会得救？会得救。但是你真的会悔改吗？我不相信。你每天都过着奢靡的生活，但讲说我快死之前我再悔改，那是真正的悔改吗？悔改没有，是不是真的悔改？是上帝决定，是上帝看你，上帝的审判是主耶稣基督的审判，不是你自己说了算。我有悔改，主耶稣说我不认识你，你那个悔改是假的。悔改是真正的上帝的认同，上帝从心里的悔改。所以我们相信的自以为的自由，一定并不是真的自由。我再强调一次，我为什么特别用黑体用字来？你不要以为那个自由就是真正的自由。经文说什么？他醒悟过来，他觉得他父亲做的比较好。刚才我已经讲过天路党的醒悟，所以我告诉你们，上帝是要拆我们骄傲的工具啊！我富有人的儿子啊！我出去外面，大家称我为大哥啊。可是等我没钱的时候，没有人理我，要去养猪要去跟猪抢着分食所以那个不是真正的自由。所以我们有时候是属灵的沉睡，我们觉得说我们已经非常的虔诚，所以在教会的敬拜，我们一定要很小心，不要属于属灵的沉睡。什么叫属灵沉睡？我们教会好像侍奉都很习惯了啊。今天我做教带，今天我来思维，今天我来做什么啊？礼拜天到了，不得已我就去做礼拜完牧师讲到久，怎么那么久啊？讲到我赶快回家。你的灵根本没有唤起来，各位弟兄姐妹们。请把你的心打开，让圣灵充满你，阿们。让圣灵充满着你们，所以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里面都要让圣灵的充满。所以相对的，我们一定要知道的是，醒悟之后一定要做个决定，起来。所以我们今天圣灵充满着我们，感动着我们，我们要做一件什么事情？立刻行动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圣灵今天叫我要帮助一个人，今天叫我要去找一个人讲话，今天圣灵感动我要怎么样？就像今天我们看到瑞宇来吹沙凤，你也跟他讲说，瑞宇你还没有女朋友，我帮你介绍一下所以相对的，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你有感动，你就要起来，所以要回转，你要赶快去行动，要赶快去看，你要回转起来勇气。要回转的话，他有很大的勇气呢，因为什么？他回家可能成为大家的笑柄撩尾仔囝，钱开个得来，全村的人都笑他，所以他可能走到一半，干嘛不赢住啊？干脆算了啦，不要回去了啦。可他天再累的话，就要被人家闹。而且在犹太你看《申命记》21章第18节告诉我们什么？悖逆的儿子父母管教不听的话，可以送到长老那里去做什么？用石头把他打死当然以后桃木都有把它改了，以后没有那么严重。但相对的，如果照旧约的律法悖逆的儿子是可以用石头打死但是要经过长老的审判的。所以我如果回去被抓到，会不会被打死？越想越可怕，越想越可怕。干脆走到一半算了，不要回去，回去被打死不是更难看吗？或者说什么？我没关系啦，我已经想好了，我就哭哀求爸爸，我不要当你的儿子，我当你的雇工就好，爸爸。我这种卑微的要求，所以爸爸可能会接受，所以说硬着脸皮我就应声过去。所以相对他会有双重考虑，但是我们看得出那子真的想回家了，那子非常真的想回家，所以他跟他父亲讲说：“我不配成为你的儿子，他把我当你的雇工。”可是我们看圣经里面，就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是什么？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他的爸爸相离甚远的时候看到他，犹太人是穿长袍犹太尤其那是比较有身份地位的人是非常高贵的他走路都是这样慢慢走不能跑步当然你做工的时候可以把你的器摆用上来，那是工人主人做一个老板走路都是这样在犹太社会是分得很清楚的也没有去外面等小孩是长子去等的走路都很清楚。各位可以想想看，你把那个长袍他们不能那个长袍不能看到脚你把长袍
拉起来，跑步一定要把长袍拉起来开始跑嘛。你会看到什么？会看到脚了呢。哎呀，好难看的，那被人家看到，哦哟，那个业绩啊，这个盯了啊，那疼脚卡，嘿，夸张，会被笑哎。可是他爸爸还是不管的，拉起来，奔跑过去，做什么动作？握住他，连亲嘴，一直亲。各位想想看哈，那个烂子的衣服能闻吗？在猪，他跟猪生活在一起，能闻吗？搞不好他的脸还有猪粪呢，搞不好他有猪屎哎，他臭得要死。可是他爸爸完全不理他，抱着他就一直闻，一直闻。各位想想看，你再多不济，你的天父对你都是这个样子。主耶稣基督用这个比喻在告诉我们：你在多么脏、多么乱、多么不好，你的亲爱的天父看到你还是展开双臂，这抱着你呀。你不让他抱，你说我去洗干净以后，你再来抱我，没有，就是立刻抱着你，然后立刻做什么动作？立刻拿着包子出来，让他恢复生命。哎，你是我的儿子。你不是故宫，你是我的儿子。其实他父亲根本没有听他讲什么话。各位看到圣经没有？父亲没有回答呢。他讲：“爸爸，我要当你的故宫。”他爸爸根本不管他，一直抱他，一直亲他，一直哭着说：“哎，赶快去拿袍子过来，赶快拿戒指过来，就象征你是我的儿子啊！赶快把鞋子穿上，因为奴隶才有赤脚啊。通常有身份的人一定要穿鞋子哎。所以你看他的父亲做的这些动作是告诉我们什么？都是毫无保留的恩典呢。上帝给我们的事都是毫无保留的恩典，所以相对的，我们要知道回家。我们只做什么动作？只是希望你醒过来，回转向神，你就可以回家了。我们要告诉什么？我们离开罪恶，回转向神，我们就可以回家。离开所以那个以西结告诉我们，其实以西结说转回吧，离开你的恶道，这样你就不致死亡啊，你就可以回家。所以我们看到万军的耶和华求你使我们回转啊，这是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什么？上帝期待你回家，你已经为了上帝为你唯一回家的路做了什么事情？他为你铺路哎，回家的路是谁铺？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替你铺路哎，你本来进不去，那个店里的幔子你进不去，主耶稣基督帮你铺路，他的宝血帮你铺路，让你得到什么？得到一个毫无保留的恩典，不定罪的救赎。你犯了多少罪，你多不堪，没关系，主耶稣都跟你在一起。我在马祖当兵，1977年，民国66年，我在这边当兵。马祖是离岛，马祖的离岛一个叫西莒，我不知道，可能有人听过，有人没有听过这个故事。我在当兵的时候，这边有一个老士官长，非常非常的会做菜。他非常会做菜，他总是奇怪，冬天也一样哈。我不晓得你有没有看到这种人，冬天他还是赤裸着身体耶，他从来不穿，就是穿一个军的裤子以后，上半身都是赤裸着。因为他经常喝酒，喝酒的整个身体是紫色的，你们看过没有？身体是紫色，脸也是紫色的，因为他们讲一点海桃啊，就米酒或者马祖的老酒。他每次做完菜以后，一定做一个动作，他那个柜子里面有一瓶酱油，他就拿下来，很仔细擦拭，然后就很轻轻的把它摆上去。因为擦了好多次，所以有些已经比较破掉，他又用浆糊把它连起来，好珍贵的摆上去。然后之后就拿着一瓶米酒，就坐在那个西莒是一座高山坐在山头上面。西莒看上去是偏瘫岛，就在那边喃喃自语。有一天，一个新来出方的一个新兵在做菜，做到一半没有酱油，手伸着就要去拿那瓶酱油，那个老外过来。就把他一巴掌打下去，干嘛？旁边的人说不能动那瓶酱油啦，这厨房里面的，忘了告诉你，干嘛那么凶？才知道那个老欧啊，当年他10岁，他的妈妈叫臭头去买酱油。那小孩子10岁啊，跳，就拿着铜板去买酱油。买完酱油以后说。碰到部队在伊万，他家住在千岛港的渔村。
哇，部队地方一大堆人呢，有部队，有爸爸妈妈，有普通的老百姓，有小孩子，一堆人挤啊，都不要挤我，不要挤我，我手里拿着一瓶酱，都不要挤我，挤，就挤到青岛港的那个军舰上面去了。军舰慢慢的开，军舰就慢慢的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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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说被挤到上面去。我要回家了，我要回家了。可船就开走了。那个船呢是水鸭，我不知道你们坐过没有？我们都坐过那个水鸭子，就这样的晕啊，吐啊。就在那边哭啊，哭的什么时候不知道，就累得睡着了。睡着以后，第二天猛起来，手上拿着那瓶酱油，突然拍到肩膀，臭罗，你怎么在这里？我去买酱油。是要去台湾呢？我不知道，我被挤上来。你不要乱跑是隔壁的大哥被抓去当冲员，18岁，大他8岁。你不要乱跑，就跟着我。他也跑不掉啊，就跟着他到基隆下去，因为他年纪还小，就在厨房里面帮忙啊，洗菜啊，端盘子啊，慢慢，随着军营的补习啊，他小学也毕业了啊，就在那边当士官，当到老士官长。他军中这个大哥已经升为少校、中校。然后他们退伍下来，就在关子岭农民之家。有一天，军中这个大哥也退伍了，就来找他。赵老，通讯嘞，大陆可以通讯了嘞，找到你爸爸妈妈了嘞，找到我们家了，我可以通讯了。赵老说：“真的啊？怎么样？”说老太爷已经过世了，听说大娘身体不好。现在可以回去大陆的申请就可以了，我们回去看好不好？当然好啊！他在农民之家，每天都想着家，他就买了生平第一件新的衣服，又去买了一件他想说他妈妈应该很喜欢吃的东西。他不要忘了，那是40年前呢，他妈妈喜欢吃什么的，他拿了，就跟着这个大哥2个从香港。那时候道路交通很不方便，40年前道路跟台湾完全没得比，道路现在完全是非常的落后。他们坐着车一直颠簸，坐了好久，道路也没什么变啊。慢慢到青岛，凑头去，我们家到了呢，我们家快到了，大哥，我们家快到了。到青岛。下来就小渔村，下来村庄的前面，村长带着一堆村民在前面等着他。他说大陆回去是非常受欢迎的。他就回去之后，第一件，我妈嘞，他说，老太爷已经不幸过世了啊，大人在等你啊，他的眼睛哭得已经瞎掉了，大人在等你。他顾得别人东西一丢，跑，他的家没有变，还是40年前那个家，门开着，一个电灯，昏暗的电灯，无烛光的，看到一个老婆婆整个都是白发，眼睛看不到，就坐在椅子上。他跑了过去，赶快进去，他跪了下来，娘。我酱油买回来了，回家。天父在等着你回家。这老士官长的妈妈也在等着他回家。10岁出去买酱油，50岁回来。天父也在等你可能不止40年呢。等你多久？科比弟弟说没有，80几岁啊，都80几岁啊，搞不好天父就等你80几岁。我70几岁，天父等我70几岁。我们有真的回家吗？回家的路告诉我们，回家的路并不是单纯只是地上的一条路啊，那是一段心灵醒悟、放下自我、与爱相遇、生命翻转的一个历程啊。什么是回家？小儿子的路是从迷失到醒悟那他的爸爸是什么？爱跟恩典的拥抱跟铺垫
我们所看到现在弟兄姐妹们，无论你离开神有多远，有多久，无论你觉得自己有多么的不配，上帝对你的爱永远不变。他不仅期待你回家，他现在就双倍在验证你。我再讲一次，上帝等着你耶，展开双倍在等着你耶。你把你的重担都放下，到他温暖的怀抱，回家，回家吧，各位弟兄姐妹们，你们回家吧。因为亲爱的耶稣，感谢你带我们到这个世界，给我一个盼望，给我一个永恒的家。我们坐着就好，一边来回想看看。亲爱耶稣，我感谢你来到这世界，给我盼望，给我一个永恒的家。亲爱天父，请上呼唤我回到他面前。不再流浪，我看到家再次来。亲爱耶稣，我感谢你来到这世界，给我盼望，给我一个永恒的家。亲爱天父，请圣我回到来回家，回家，回家，回到永恒爱的家。喜乐充满我的心，我不住赞美。回家，回家，回到永恒爱的家。天父张开的双臂，我一生属于他。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有多久没有回家了？你回的是真正的家，你会觉得你很高兴的一个家。家是温暖的，你受了重担，到上帝的家，请你把它放下来，打开你的心，让圣灵充满着你们。你回家是个感动的回家，让上帝的怀抱抱着你。你想想看，我也很多么希望世界我很希望我的妈妈能抱着我。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家，我们有一个上帝的家。上帝家是非常的美，这是很温暖的，他不会计较你的过去。你多么的不堪，上帝从来不计较，因为他永远张开双臂沿着你。亲爱耶稣，我感谢你来到这世界，给我一个永恒的家。亲爱天父，今生我回到他面前，不再流浪，我看到家的光。大声来，回家，回家，回到永恒爱的家。喜乐充满我的心，我不住赞美。回家，回家，回到永恒爱的家。天父张开爱的双臂，我一生属于他。再回家，再一次来。回家，回家，回到永恒爱的家。喜乐充满我的心，我不住赞美。回家，回家，回到永恒爱的家。天父张开爱的双臂，我一生属于他。最后一次来，回家，回
回家，回到永恒爱的家。喜乐充满我的心，我不住赞美。回家，回家，回到永恒爱的家。天父敞开的双臂，我一生属于他。亲爱的天父，请你张开出来的双臂，我们回转，我们要回家，我们回到天父慈爱的家。谢谢你给我们一个温暖的家，让我们每一次所有的重担在你的面前能够得到释放。你担当我们的重担，背着我们，主，我们要回家。谢谢你展开慈爱恩典的双臂，抱着我们，让我们每一天在主你的面前充满着喜乐跟平安。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这是咱准备心来奉献。咱起立来吟奉的诗。咱犹原徛伫来吟上营388首，吟诗煞，咱请蔡长老来甲咱祝祷。愿更归心白上帝，愿更心行心心三位一体，查的地现在的地，将来也永远的地，无穷无尽，阿门，阿门。天父永远张开慈爱的双手，在拥抱着你们。回家，回家吧，回家，回家吧。愿你们一生一世都有恩典与慈爱伴随着你们，
你们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我主要所记得问殿，天父上帝听从圣神的交通，今日三甲地地对即时直到永世大无尽。阿门。请坐。这是咱来看咱手中的周报，我简约来报告。咱请下回有担任事工的同工，请咱来递方言的报告吼。咱请咱家己来看，若有订单，咱来向迄个世军吼，也是保鲜节吼，因来更正。消息的报告吼，咱今仔日有小组的分享吼。咱游园伫即个烈王旗上悬甲下悬一至5张。咱自会后有中级会吼，请咱中级老部来参加。即个3到6月迄个手抄吼圣经卷吼，充满我的兄弟姊妹兄弟吼，请咱伫今仔日吼带来互即个国语长老来认证。请咱来特别吼，就是8月16。下午2点半，要伫即个松花区的民众活动中心吼，要来举办即个趣味竞赛，欢迎大家吼来参加。第5点吼，迄个德仁企业友善职场吼，7月30号吼，要伫即个台北生技园区吼来举办富值红利吼，隐形杠杆专题演讲吼，欢迎迄个兄弟吼会当来。共襄盛举啦吼，做伙参加。以上，即是咱来请蔡长老吼，来为着咱即特别祈祷的部分吼，带咱来带领兄弟姊妹吼，来为着咱需要带祷的部分来带祷。我们今天除了为了2个家庭。这2个家庭就是那个萧树玲姐妹的整个家庭及环生日弟兄的家庭们祷告之外，说到回家，我们彩云姐已经回家了，现在目前还在复原中，血糖还不是很稳定。庄先生弟兄本来上个礼拜4要出院，结果因为不是很稳定又留下来。听说台风过后应该是明天如果可以的话，明天可能就要回家，但是情况还不是那么的稳定。我们的林牧师娘，今天早上我看到他的时候，脚还是不方便。林牧师为什么要背着他来呢？但相对的，我们看到我们在座很多的弟兄姐妹们，可能身体不是那么好，你们知道的人也要替你们帮他祷告。第一个，先为我们能够很荣幸的到天父的家，在这里享受天父的温暖。我们为自己、为你的家人来祷告。求天父，求你帮助我们。主啊，你知道，叫你谁？微笑。求主你。爸天父，你知道我们1个礼拜来主你的殿里面享受大家一起在一起的快乐。众人教会每个弟兄姐妹都是我们最亲密的家人。我们回到神的家，神的家让我们感受到温馨、安全、平安、喜乐。我们的祷告为我们的家人，求主你垂听。接着，我们为我们刚才所讲的弟兄姐妹们代祷，每个用你们的心，每一人祷告的力量是大的。每个人在主面前迫切的祷告，主必垂听。只要合主旨意的求，就必得着。
就这里知道。亲爱的天父，我们知道蔡云姐已经回到家在静养，我们希望她早一天的苏醒在主你的面前。我们专青生弟兄还在灌食，情况还不是很稳定，也许明天就会出院。求主你照顾他们，尤其照顾许长老、亚文他们有力量来照顾着专先生。求你照顾我们敬爱的牧师娘。他的脚一直不方便，他非常的爱主，求主你怜悯他，帮助他。我们也为我们的郑长老娘祷告，每次看到他，我们就知道我们有回家的希望。谢谢主你，也照顾我们这些年老的弟兄姐妹们，有生病、有身体欠安、心灵缺乏的。求主你照顾他们，也要照顾我们法国来的家人，让他在台湾也知道台湾中心教会就是他的家。让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就是咱要请叶基安长老来甲咱做今仔日分组圣经的讲解。平安，我们已经进到那个列王记下哈，列王记下大概讲的是2位先知，一开始的时候1到3章是以利亚，后来就以利沙，以利沙，所以以利沙说愿降在以利亚的灵加倍的降在他身上，后来真的是这样哈，真的降在以利沙身上。里面有讲到有几个王了哈，那个犹大国的时候。列王记下就是从阿哈夏一直到希底家，以色列的时候嘛是赶快阿哈夏、亚哈谢王，一直到何西亚、这个是讲这个的故事。那其中我讲2个了哈，一个是那个以利沙的时候，以利沙经常在那边从加密山那边过来嘛，所以到苏联那个地方哦。有一个有钱的妇人呐，那个妇人就跟他先生讲，我们是在我们的围墙他们那个围墙可能刚好是那个城的旁边呐，所以那个围墙上建一个小楼房，让以利沙可以过来这边的时候可以住在那里。后来真的是这样而且对以利沙非常好，对以利沙非常好，就请他们在那边吃东西。那结果以利沙问说：“那到底他有什么需要，我们可以帮忙他？”那结果他说：“没有啊，我好好的，我都非常好。”后来那个他的仆人基亚西讲说：“他没有小孩，他没有小孩。”那以利沙说：“那我们就求神让他有一个小孩。”所以跟他讲你明年会生一个小孩啊！伊跟他讲你莫跟我开玩笑，然后不要欺负我。不能给他骗了，不要，就这样。明年真的生了一个小孩，这个真的就生了一个小孩了，就像亚伯拉罕一样了那结果这个小孩后来呢？后来这个小孩生了一场病死掉了，死掉以后，这个妇人呢就说跟他的仆人讲说：“你备一只驴然后他就骑着驴一直到加密山去找以利沙，问他。以利沙说平安某一共平安了，就其实没有平安，我的小孩已经死掉了。那以利沙就说，那拿他的那个权杖，叫基亚西拿着权杖去把他看看能不能救活了。那个妇人说不行了，一定要你亲自去了。后来他就亲自去了，以后趴在那个小孩的身上说有7次了，说口对口了，眼对眼了，这样趴在那个身上7次了。结果后来这个就活过来，还没有活过来以前，那个妇人讲说：“我跟你讲，就不要欺负我，你为什么还是一样？我生那结果说过身你。”
其实我们看出来，就是这个妇人对神的仆人哦，他有讲一句啊，因为这个人哦，这个神的仆人是圣洁的神的仆人，所以他就盖了一个楼房给他住了。我们可以看出来，其实很多台湾教会的会友，其实对那个神的仆人都非常尊敬，其实都是这样的。因为小时候我在乡下的时候，乡下那个时候都没有现在说可以随便哪一个地方就有东西吃了，没有。所以只要有看到有人在宣传福音、发福音传单、骑脚踏车来的时候，我们都会请他住在家里啊，然后供给他3餐，都会这样。然后他就到处去传福音。这个是神的仆人。神会不会赐恩典给他们？会的，也会赐给这个家庭。这是第一个哦，就是他看到了跟那个神的仆人看到不一样。第二个，我们讲到的是乃曼，第5章的时候讲到乃曼。乃曼将军是亚兰的，就是现在叙利亚的一个将军啦。叙利亚。结果呢，这个将军呢，乃曼就得了麻风病嘛。这个故事我们都很清楚。现在问题就在哪里呢？问题就是说，那个被抓去的那个小女孩啊，这么有信心啊，跟乃曼的妻子讲说：“你为什么不到以色列去啊？那边的先知可以医那个麻风病啊。”一个小女孩被抓去的小女孩就这样跟乃曼的妻子讲，乃曼后来就去了。那我们知道去的时候，那个以色列的王怎么讲呢？2个人的看法完全不一样。以色列的王说：“因为吹旁边来给他怕，怎么叫说我们可以医那个乃曼将军的麻风病？哪有办法？我们又不是神。”他看到的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他说：“那一定是亚兰王要找那个贤婿来攻打我，因为没有医好的时候，他就来攻打我。”结果以利沙说怎么样呢？说叫他来，来了以后他怎么样呢？我们看到这个故事很好玩哦。他来的时候，以利沙也没有去见他，直接跟基哈西讲说：“你去跟他讲，去约旦河洗7次。”结果乃曼非常生气啊，说：“我在大马士革，难道那个河没有比约旦河还干净吗？”他不愿意了。结果他的乃曼的仆人跟他讲说：“他如果叫你去做一件非常困难的事，你是不是会去做？那就洗7次了，你就洗看看啊。”结果他就洗了7次以后，到起来那个肉跟那个刚出生的小孩子的肉一样所以他就要把那个礼物送给以利沙。台语圣经跟他讲呢，讲强迫以收啦，强迫他要收。结果以利沙这样，我指着创造宇宙的神来发誓，我绝对不收。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那个恩典是白白的，所以他也没有收。但是我们知道后来看到怎么样？基哈西他的仆人贪心那么多东西带过来，怎么不收？所以那个乃曼一回去的时候，走了一点点路的时候，他就追上去跟他骗他说：“我们有另外先知的门徒来要2套衣服，要1套衣服了，还有一些食物了。”他说给他2套。还给他钱，结果基哈西回来的时候，以利沙问他说：“你有没有跟人家拿东西啊？”他说：“没有，我都没有出去。”说神已经跟他讲了，你跟人家拿东西了所以乃曼的麻风病会在你身上。所以圣经怎么写？说基哈西终生得麻风病了。我们可以看出来，那个一个是白白的恩典，一个是。那个恩典是从神的，所以以利沙知道那个恩典是从神的，不是从他的，所以他不需要。其实我们看到很多传道人都是这样的，神会不会祝福他？会祝福他的后代。所以我们看到我们在我们教会有看到好几位了，像这一种情况，所以其实我们知道，你对神的仆人好的时候，神也会赐福给你；神的仆人，神更会。加倍的赐福在他身上，所以所看见的不同的时候，你看见的是怎么样？不同的时候，那个后来的境界就完全不一样了。这是我分享的这2个故事，谢谢。多谢基安长老，这是咱来做避讳的密道。
大家来行平安礼。